来看中华县政府推出一个中华购购物网站哦，小解在地好物件。也毋过最近伫面册顶头有一个中华购的网站，是为中华县政府推出的100项商品。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讲，有的商品写敢体字，中华县政府表示讲，这是一个诈骗的网站，爱民众着爱细字，嘛爱看好清楚。 中秋节要到啊，袂少人会买两金酥或者是往来酥做盘手单路。最近伫网络就出现讲是咧卖中华县鼻头乡农会的往来酥，也有县府相关活动的相片。但是网址连过去却是一页式的网页，看起来真可疑。足侪咱民众吼，时大嘛，拢伫网络买物件，啊若小无看清楚吼，可能拢会去互骗去。我感觉就容易混淆的。 有民众来甲阮回报讲，这一个彰化购购的脸书的粉丝专页，顶管所用的图片，甲伊所传达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内容，拢甲咱中华县政府咧推销的，包含就讲未来彰化设计展等等的，这对民众来讲会产生一种混淆啦。 中华县为着刺激消费，而且配合2025年台湾设计展伫中华，按9月初一开始到11月底举办消费抽奖的活动，但是所有民众发现伫面册出现诈骗的网页，仿官方的图片甲 logo 咧卖物件向民代反映，县府嘛出面澄清，表示这是诈骗集团的手路。本府澄清，并无创立名为彰化购购的脸书账号，已向脸书营运单位检举广告诈欺。 并向警方报案，提醒民众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认证社群账号进行确认，以保障交易安全及个人资料。议员杨祖贤指出，10月份要伫中华举办的台湾设计展，唔那是地方大代志，嘛是全国性的活动。诈骗集团真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伫网络拐骗，呼吁县府爱加强防诈骗的力头。县府表示，已经有向面册检举广告诈欺，嘛伫15日向警方报案，会用上紧的速度处理这件网络诈骗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